人手必備嘅小米珠點解會成為翡翠圈百搭嘅頂流？小價位小米珠應唔應該入手？唔同價位嘅小米珠又應該點睇？今日錢錢咧就一條視頻想同大家講清楚小米珠應該點樣入？點解小米珠值得買？懂行嘅朋友咧都應該知道，小米珠咧唔係因為佢平而買，而係因為佢真係好百搭。小米珠咧佢細細粒，但係佢好吸睛，日常通勤咧可以作為一個點睛之筆，可以瞬間提升你嘅氣質同埋你嘅精緻度。朋友聚會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攞住一串小米珠咧，作為一種多圈嘅一啲疊帶咧，咁佢就好有層次感同埋好隨性。好多時咧，大家見到懂戴小米珠嘅人咧，佢喺細節上面都特別注重嘅。另外珠鏈有個好處，佢係隨時都可以 DIY 嘅。你話你戴厭咗，可以加個吊墜，亦都可以加少少嘅金珠作為一種點綴，亦都可以咧將佢改成手串啊，或者係一種疊帶嘅方式。所以好多時話一件變多件，唔花一分錢，講嘅就係珠鏈。呢幾年咧，市場上出現好多幾百蚊嘅小米珠，或者係有啲一兩千嘅，呢啲咧喺質感上面都達唔到你要求，因為大部分嘅呢啲都係偽料，佢哋希望充當嘅就係小米珠嘅綠，但唔係話珠寶嘅質感、光感。所以如果你買嘅偽料或者係嗰啲好光好灰嘅貨咧，你就好似戴住一串膠珠仔咁，倒不如唔戴唔買。所以前啲建議咧，你買一串咧緬甸 A 貨小米珠，起碼要大千以上。而家咧我就逐一同大家展示下由大千到10幾萬嘅小米珠，佢到底有咩唔同？先睇睇咧大千嘅小米珠先。大千嘅小米珠其實買個顏色買個樣，珠嘅底妝係比較光嘅。嗱，你睇下顏色係綠啊，但係佢係深淺唔均勻。仔細睇咧，裏邊嘅面水啊白面仲係比較多，所以呢個價值在於嘅入門唔貴，戴得清爽，適合啱接觸，淨係想個顏色嘅朋友。嗱，嚟到小萬預算呢一盤都係啦。咁呢個時候我哋講嘅就要睇潤度啦，底妝咧要更加明顯細膩，有水頭，光澤感要出到嚟，係溫潤嘅，顏色亦都更加之均勻。整體嚟講睇上去已經係 OK 嘅，係真正能夠入到翡翠溫潤嘅感覺。嗱，你再比較下大千同埋萬數嘅係咪就係唔一樣？嗱，呢種係明顯光啲，呢個係有潤澤感，所以小萬價位追求嘅就係潤度。嚟到中大萬小米珠就係呢一盤啦。中大萬嘅小米珠咧，我哋就聚焦係色蠟同埋總路兩個維度啦。哪怕佢大細唔一樣，每一粒咧都係珠圓孔正，而且色澤非常之均勻，冇明顯嘅雜色同埋黑點。你對住光睇，佢粒粒咧都係起光起凝膠嘅，上身嘅嗰種陽綠同埋溫潤感咧，馬上就會出嚟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佢就可以好好咁提亮你嘅膚色啦、人嘅精氣神啦，令到你一出嚟就神采奕奕。所以好多時話戴翡翠係唔係就追求珠寶感咁簡單？其實唔係嘅，我哋唔單止追求珠寶感，仲要追求係嗰種溫潤感，同埋令到自己可以提亮氣色啦，令到自己心情開揚嘅嗰種愉悅感。我成日建議大家喺自己預算嘅範圍內揀一條質地最好嘅，而唔係最平嘅。翡翠品質會說話，多睇細節，多比較。如果大家都中意小米珠嘅，歡迎大家嚟坪洲揾錢錢飲茶，多睇多試，關注錢錢，請翡翠唔踩坑。